杨一个先生。后摆有一个国王，佢爱到隔壁国家嘅公主兔兰。再过3日，国王就会同兔兰公主见面。佢当手里，今日爱装乜嘅较好。国王去到姜嘅面前，赐咗3副，出嚟讲：国王唔按时问，唔管装乜嘅都好看。国王全都冇满意。也样时有一个卫兵讲。有一个裁缝师讲，有东西爱献本国王。裁缝师带件细事的入来，佢拿出1两3，当3人嘅目珠就像同天火点作样，冇见咩？佢3副像水晶又像神呢，係凡人冇辦法創造嘅色彩。國王一走到身上，向鏡度一照，開佢嚇一下，佢當中看到鬼神呢。都係受到無嘅色調嘅，啲嘅亂比亂叫。國王對裁縫師講：一兩先生唔好看，我做一兩行較好嘅。裁縫師想出一個當針嘅辦法，佢就來當到楊一嘅，同佢哋嘅衣拗下來，鉗到布料上，印做各種花色。唔過，正做到一半，裁縫師就發現楊一嘅唔啦。佢對細時嚟講：我係愛在去做貼片嘅用藥嘅，我轉來以前，唔先同龍嘅度用藥嘅衣印到布料上。細時嘅同龍嘅打開來，用藥嘅俾到佢頭拿當。細時嘅看定用藥嘅，佢知道用藥嘅很強，強嘅唔係用藥嘅一個什麼，係用藥嘅比起來嘅快樂。細時嘅如唔係同龍嘅打開來講。比呀，用藥嘅，用藥嘅全병走，那麼嘅陰森，細時嘅當地嘅煩惱。默默風看到用藥嘅微電機比，當將愛為佢帶路。細時嘅聽見用藥嘅來到一個山行，山行地背乃潮係花，紅嘅、藍嘅、黃嘅，有幾下百種色麼。細時嘅想到一個好辦法。佢摘嘅櫃太雜嘅花，帶咗去種到綿綿，調做彩色嘅顏料。各位用筆照佢嘅想象，畫到花布蛋糕。裁縫師將來嘅世界，事嘅同事情經過都講出來。裁縫師看到細事嘅態度，當懊惱佢。天一日，國王就將嘅先生去同兔蘭公主求婚。兩個國家嘅人民都當歡喜，佢到噴喇叭、打鼓，還打天花炮來慶祝。裁縫師拎嚟太公，不過大家唔記得咧，還有一個細事嘅。有一日，國王到蘇拿度打獵，無天無放，俾來一群羊鴨嘅。國王攞起條那見看羊鴨嘅，見走。冇注意就跌到一隻火嚟度，火嚟度就像噴乜水樣嘅，按摩洗手。佢往我起頭那向前看，仍然出現一個孔嘅。佢往天天嚟行，好點點嘅，直到有風，還看到光。風對順後嘅屋嘅同天橋嘅片踩下過來，本應鬼神嘅送上。佢往行入莊度，發現幾多人。做定當獎嘅衫，唔管什麼也係樣式，都比假衫獎。國王問：唔掉嘅衫係乜人做嘅？村人回答：係些裁縫師。國王一下子發現，原來嗰啲裁縫師發現細時嘅做得做獎嘅衫，就當目測，鋪定細時嘅一無注意，同佢送入佛度。細時嘅來到一個莊頭，做啲日黑。韓國同佢哋聽書做衫，國王問細時誒，我用嘅接法嘅你可唔嘅裁縫師？細時誒冇講話，小朋友請上課啦，係用嘅接法先跌檔。